香港全屋定制，細屋都可以變身多用途寶藏屋。床頭上面嘅到頂櫃，儲物空間勁大，啲被鋪、過櫃衫褲放入去，房間即刻整潔晒。床邊呢個小書台設計得幾好，上邊有舉同層板擺書同裝飾品，仲有塊洞洞板可以掛嘢，做功課、辦公都好方便。書台同椅好搭配，台面夠闊落，抽屜仲可以收納文具，坐喺度做嘢好舒服。玻璃舉入面分層好清晰，擺書同擺設都好整齊，燈光一打，成個舉好有質感。門口嘅鞋櫃超實用，分層多，高跟鞋、波鞋、拖鞋通通擺得晒。上層仲可以擺收納盒同裝飾。呢個地台床大櫃門一關，成個櫃好整潔，完全睇唔出入面有幾多嘢。舉筒打開，入面間隔整齊，大件嘅衫或者被鋪放入去啱晒。頂櫃空間都好好利用，擺啲少用嘅嘢，慳返好多空間。想整同款 ，PM 我攞報價單，免費設計等你拎。